尼底摩底书4第2節咁樣講出家啲傳出上帝嘅話，準備好也好，冇準備也好，傳出上帝嘅話。同埋呢，因為未來嘅時節，人家唔輸給聽呢個上帝嘅話，人家唔輸給聽呢個真理。同埋呢，因為到呢個世界每人按持思想下，係齊出世間裏的呢個聖經教把自家傳出呢個話，係講人要錯兄弟姊妹，自家講佢哋講上佢哋，自家要有耐心嚟教出隆重自家寫的人。尼底摩底4第3節樣講到，因為未來嘅時間，人家唔會聽呢個真理。按道理假裝人教出嘅話，對應到上帝嘅真理嘅路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人嘅耳孔按數級聽呢，對於唔係真理嘅方面，所以自家你係人類要謙卑嚟聽上帝嘅話，嚟謙卑嚟信任上帝嘅話語。都係佢嘅真理，聽佢嘅話能夠帶自家脫離嘅路，所以這樣是一個謙卑嘅心，相信耶穌基督就係上帝造天造地嘅，阿門。